各位莲友们，你们要知道法照大师，他是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当着1万多人的面前给他正式受记。不久的将来，你一定可以成佛的。你想想看，原来法照大师是一个大乘的菩萨，是一个成愿再来的大菩萨，所以他讲的话，我们绝对能够相信，绝对接受，各位对不对？他告诉我们，西方尽道甚沙婆了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要你的道业更精进、更提升，快速的往前推进，一定比娑婆世界更殊胜的。为什么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，进进退退，忽好忽坏啊，忽善忽恶啊，忽高忽低啊？各位，你看有生就有死，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有很多障碍。你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外来的干扰，西方尽道就胜娑婆，比娑婆世界更殊胜，没有任何障碍。这个非常重要一句话：言无五欲及邪魔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？就是没有五欲啊，5种欲望，财色名食睡啊。我们在人世间都有这些干扰，心里有这些渴望跟贪求。我们有5种欲望，以及邪魔外道太多了。我们看到人家有钱，我们希望更有钱，而且有病魔、有死魔、有天魔、有五阴炽盛之魔，所有的魔障都在我们旁边。如果我们心没有定力，交到坏的朋友，一下子就拉下去了，就同流合污啊！所以有这些邪魔外道的干扰，我们修行很不容易。你要想成就对你自己的期待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要知道，成佛不劳诸善业。你要成就佛道嘛？佛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念佛，一旦到西方，一定成佛的。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成佛。成佛不劳诸善业。我们在人世间听人家讲，一定要记住往生的资粮啊，我们要有一些功德啊，我们就拼命去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缺少了某一样东西，你可能不符合条件，我们心里很害怕、担心、受怕的，是不是做不完美的，还不够到位的？我怎么有资格去呢？心里一直在烦恼。但是你到了西方，成佛不劳诸善业，不需要去劳动啊，你要累积很多很多的功德，不需要的，不需要的。要怎么样做呢？你到了西方，就是自自然然的怎么样？花台端坐念弥陀，你在莲花的宝台上面呢，端端正正的就坐在那里念弥陀啊，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自然就成佛了。自然就成佛，佛一直佛光普照，透过这个名号消你的业障，无始以来造的无量无边罪业，把你一笔勾销。你所犯的因果，佛陀透过这个名号，把你一手承担起来。所以你只要在莲花宝台上面端端正正的就坐在那里，好好的念阿弥陀佛，自然就感召就成佛了。自然就成佛。你看，没有像娑婆世界有这么多的魔障，一直干扰你、障碍你，想尽办法不让你去成佛。尤其是天魔，你如果得罪了他，不让你顺心满意的，他想尽办法就是要让你错乱了、妄想啊、散乱心啊，让你的道心退转了。这就是天魔，随时都在干扰你。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没有这些障碍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啊？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去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很感谢各位把这一章跟大家来分享，谢谢阿弥陀佛。